同大家睇睇今年 Zotac 有啲咩新產品啦。第一樣就梗係講佢哋嘅顯示卡啦。RTX 5090有 Infinity 同埋 Solid 兩隻版本揀。中意 RGB 燈效嘅話就要揀 Infinity 啦。如果中意低調又實用嘅話就要揀 Solid 啦。另外佢亦都推出咗兩張全新嘅 RTX 5060嘅顯示卡，一張係 Solo 單風扇版，另一張就係 Low Profile， 可以睇睇佢同5090嘅差距有幾大張啦。另外掌上機都推出咗新一代嘅 Zone Handheld 2啦，亦都有白色版，而今代亦都唔再行 Windows， 預載呢個 Majora's 嘅 Linux， 針對咗掌機做嘅優化系統。另外最後啦就係 ZBox 系列啦 ，EU 呢一隻咧就有 RTX 5070 Ti 塞咗入去入邊，呢一張仲要係 Desktop 版嘅雙風扇5070 Ti 嚟嘅，打機效能絕對冇問題啦。另一個就係 Menace EN 啦，佢就搭載咗一啲 RTX 5060 Ti Desktop 版喺入邊，咁細部都仲可以攞嚟打機剪片啊！你話勁唔勁啊？Zotac 今年就真係幫你諗晒所有 solution 啦〜